GSI 斯曼旅遊帶你走進中亞神秘國度土庫曼斯坦。首都阿什哈巴德處處彰顯宏偉，總統府建築群氣勢磅，國家博物館訴說住土庫曼斯坦的故事。獨立公園裏獨立紀念碑等是打卡熱點。地毯博物館內精美地毯臨滿目，有世界最大的300多平方米地毯。魯克耶特宮意大利石為主體，偏藍色圓頂，美輪美奐，由宮殿神廟和墓地構成，佔地130公頃。首都阿什哈巴德璀璨的燈光陸續點亮，夜幕降臨，展露出與白日截然不同的神秘姿態，為這座城市披上一層絢麗的外衣。梅爾夫古城在馬雷市東部30公里處，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，曾是帕提亞帝國首都，由4個城市組成。卡拿庫姆沙漠深處，隱匿着一處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觀楊吉卡拿峽谷。它宛如大地撕裂後留下的深邃傷口，又似歲月精心雕琢的藝術長廊，散發着讓人無法抗拒的魅力。歷史名城馬雷過努爾德佩遺址有4000多年歷史。跟隨 GSI 斯曼旅遊，一同揭開土庫曼斯坦的神秘面紗。